位伫安南区郡安路5段巷弄内即户黄姓妇女，平常时请养一名后生甲2个查某囝。细汉查某囝因为重度的智能障碍，无法度工作；大汉查某囝伫咧嫁出去以后，嘛甲翁婿住伫咧后头厝。伫咧无偌久之前才生第一胎。平常时厝内开销拢是靠黄姓妇女的后生甲囝婿。想袂到今年2月底，2位小才去上班，结果发生车祸，双双来过身。生活陷入困境，对此台南市议会上午嘛特别前往慰问。这户的人家呢，非常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来关心包括我们的李宗诚议员、王景德议员，还有我们的副议长林比利派的秘书，还有黄立昭议员，包括我们的区长、里长，都共同来关心这户的人家。那这户的人家呢，本来家境就比较辛苦，那又发生了这个的意外。孩子才几个月，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亲家呢，一同呢骑摩托车呢，车祸双亡。那造成的这个孩子这么的小，那母亲要负担起家里的一个的抚养的程序，真的值得社会大众来关心与关怀。那今天特别呢，代表议会来对人家做适当的关心，也希望呢，区公所以及社会局。尽快的加以协助，让这户人家能够勇敢的站起来。那也希望社会大众呢，能够多加关怀这户人家，让他们勇敢的走出来。上午前往慰问，包括议长郭信良、议员李中琴、王金德，以及副议长林炳利甲黄丽娇的办公室助理，安南区长叶志明甲当地安副里长嘛拢到场关心。目前区公所正加速评估。该户是毋是符合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以外，另外嘛将申请特殊境遇的家庭辅助，希望会用帮助黄姓厝内人勇敢来行出来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